大家好，我係 Daniel，我姓林，我係 East Lawn 東方園社區服務部嘅經理。我哋公司已經為華人社區服務咗超過140年嘅歷史。我哋深懂每個華人家庭對傳統風水嘅需求。我哋公司有3個園區，一個喺 Ellegrove， 一個喺市中心嘅 Folsom Boulevard， 另外一個喺 Greenback Lane。我哋公司7天營業，星期一至星期日都可以打電話俾我，去了解更多嘅資訊。現在係清明節，我哋公司特別推出呢個清明節預購福地嘅特別優惠。咁我哋亦都特設一啲，而家好多家庭咧就同兄弟姊妹啊、父母啊、親戚朋友一齊同時購買，所以我哋都特設咗團購嘅折扣俾大家去選擇。大家可以隨時打電話俾我，我個電話係7天都會接聽嘅。我個電話係916-888-8338，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號 East Lawn 去了解更多。